各位老師、評判，您好，我係劉家強。喺呢個科技迅速發展嘅時代，禮唔單止係刻在鐘繇儀器上嘅冰冷戒律，而係化作流淌於都會人群中嘅溫情。咁呢份穿越咗3000年時光嘅禮，喺現今社會嘅碰撞之下，又會擦出點樣嘅火花呢？我想在此與各位探討一下呢份既古老又永恆嘅話題——禮。談起3000多年歷史嘅禮，曾幾何時卻被視為高級階層嘅專屬。嗰陣，好多人將禮同權力高貴聯繫埋一齊，使得禮唔僅反映咗一個人嘅教養同埋品味，咁深刻體現咗一個社會嘅等級架構。喺中國古代封建社會中，皇族同百姓之間嘅禮儀有住相當嚴格嘅等級劃分。例如喺皇后出遊嘅時候，隨從侍衛總係規規矩矩咁跟隨，而平民百姓就只可以低頭避讓，甚至需要跪拜以示敬重。隨住時代嘅變遷，特別喺全球化嘅浪潮中，傳統禮儀因其豐富嘅內涵，從固有嘅等級制度中脫離出嚟。喺現今社會不斷嘅發展之下，禮轉化為一種通用嘅社交法則，成為現代人嘅人際關係中不可或缺嘅潤滑劑。我以一場國際性嘅賽事奧運會為例，當在場嘅志願軍對各國運動員行鞠躬禮嘅時候，呢一動作既唔同於周代嘅頓首稽首，亦都唔同於清代嘅打千請安。由跪拜到鞠躬嘅蛻變，正係傳統禮儀掙脫等級枷鎖嘅完美見證。呢一邊唔單止係禮儀外在形式嘅演進，更深刻體現咗禮嘅精神內核由尊卑有序轉向人格平等。不過喺新舊價值觀嘅交替融合過程中，我哋都應該值得注意一啲值得警惕嘅現象，即係禮儀嘅形式同內核反轉。喺《論語陽貨》一文曾記載孔子嘅格言：禮云禮云，玉帛云乎哉？呢句強調咗禮儀本質唔係單在於外在嘅物質表現，而係在於情景中真實情感嘅尊重。呢個亦都係孔子所想表達嘅意思。但好多人卻誤解咗當中嘅真正含義，反而認為越高嘅物質價值就代表越高嘅禮儀同尊重，導致對形式嘅過度追求，忽視咗禮嘅內在價值。呢種形式嘅內核導致，使得好多禮儀喺執行嘅時候變得僵化，難以衡量出真正嘅溫情同埋敬意。儘管現今社會對禮儀或多或少有着形式上嘅存在問題，但現代人應該重拾對當時禮嘅深刻理解，將其同日常生活緊密聯繫，真正做到禮嘅精神不愧於心。喺人與人之間，禮可以展現關懷同理解，能夠化解矛盾同隔閡。而睇佢喺工作場合中，簡單嘅一句多謝、請嘅禮貌用語，往往能夠拉近彼此嘅關係同距離。喺家庭中，我哋由細都知道應該尊重長輩、關懷晚輩，其實呢啲都係禮嘅表現。因此，我哋都應該意識到禮嘅真正魅力，其實係激發於人情嘅深處。在此，我都希望我哋珍惜呢份文化嘅瑰寶，將禮融入生活嘅每一處細節，因為佢所承載嘅唔單止係歷史同傳統，更係人類共同進步嘅力量。正如一個和諧社會需要互相嘅理解同尊重，而禮正係我哋共同前進嘅重要指引，推動住我哋嘅文明
喺多元世界中和諧共生。我嘅分享完畢，多謝各位。